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緬甸玉紅皮，後面叫白地啦。咁薔薇羅漢，薔薇羅漢早期作品嚟嘅。薔薇羅漢上面騎住個細蚊仔，考晒色噶啦。最低要連個紅皮之前嗰啲黃黃地嗰啲皮咧都留埋，做咗薔薇咯。其他都睇到啦。呢個紅皮都好靚啊，有種嘅紅皮都唔容易。哇嚇！整埋顏色啊！我個客佢整埋顏色啊，可以嘛？幾好啊，幾得意啊！好耐冇睇翻，而家睇翻得幾靚，考晒色嘅，手同腳都係紅皮，靈芝啊嗰啲，而家都唔容易揾呢啲料咯。